了吧？全世界都一样吗？不清洁。这么多节日，富士节太多了，连老胡都跑到拥挤的旁边跳了。刚刚回来没多久就跳了。我知道拥挤剧院来的话，就准备选好了。我准备安排。哦，对啊，小杨树儿搞忘了，我给他送花了。那我准备是5月14号上午给拥挤送算了。有2个花没送，那个花就直接在宽窄巷子再送算了，可以吧？到时候问一下他。人生兴衰。
了一个，多了个曲墩儿。哎，多了一个，终于多了一个。我以为今天只有4个女孩子跳。多了一个，这个帐篷吉祥祝福，这动作比较快哦，应该不要放歌啊，这歌好听。哎，张老师不要放歌，他怕你听翻出来。哪个在换啊？秋吉吗？哦，秋吉在换。给的好远哦，空间怎么空呢？这吹的杯子水搞忘了，不知道。这好空啊！这边的空了一看吧，我们的前面空了。不过那个都跳的可以啊，这个姿势有点好看，有点霸道的那个走路的姿势，手摆一摆往后面摇一摇的那个。其实有个番剧也可以，番剧他们跳的很少。看今天就只有6个，7个吗？6个，1、2、3，是否有6个人？6个女队员嘛，也不是队员啊，女孩子。
一汤走马，然后是杨秀儿，然后小罗、永吉、曲周和龙博，有6个人，其他都看不到了嘞。之前全部去参加那个了吗？我觉得没有去那么多吧。尹卓要去，永儿要去，永贞要去，然后清楚曲真，还有吴佳默，还有就这几个多吧。就来了，前面有几个，前面5个男的，赵熙。严总，我这边还有2、3个在休息，4个在休息。瑞瑞也去了。不存在每个人跳舞的舞姿不一样，就跟那个也跟你以前那个吴京跳的一样，吴京他的动作只有他一个人会，其他都学不会。那现在都已经改了好多了，基本上没有看不到以前的动作了。其实这也是特色是吧？别人跳不了你的舞蹈，学不来。演艺中心啊，就唱歌了，看他的也可以理解成就大陆那边，那个内地的卡拉 OK 吧，歌厅嘛，也就叫酒吧，不是，主要是唱歌的，就是那种 KTV 卡拉 OK 那种，就唱歌的。演艺中心是在藏区那边，就叫啥？朗玛厅就是演艺中心嘛。你跟罗桑说的，他们朋友来了，也就在朗玛厅去喝酒嘛，就看他们跳舞啊那种。我那个没意思，他们朋友说啥还是去境外才有氛围，然后就到境外来。他们一般请客都在朗玛厅，一去聚会啊就唱歌啊那种。这慢慢就，他也是他自己的特色嘛，这也是他自己的，别人也学不会嘛。哎，后面是谁？那个是谁？哎，萝卜吗？哎，再打那个新的，这个你是跑后面呢？在后面呢？前面去嘛？在那儿去前面嘛？不好拍。就中间只有你一个在，或者中间只有你一个的，这两边你都是一起。我帮你看，在他正极的中间的位置。是的，我跟罗布每次都是见面都是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那天晚上我认错人了吗？有3个，是说认错了吗？我觉得应该有可能认错了。不知这个就过去了，不过那没办法了。看那个强巴大叔跳的不是，每个人跳的不一样。再转一圈吧，看一圈，都很整齐哦。你看他们的手啊。
前面嘛。我等一会儿去，我要录小黄花。我今天录了2只狗。哦，我今天抱了很久。他嫌毛毛了。7点多就一直在，然后我直播6个小时才这样子，我一直抱他的，然后起头又出来了。都要前面去了。反正都拍了个简单的给他拍可以。这多的，对，输了。你要输了，跑回去换衣服去了。他之前来了的。去前面嘛，待会儿我叫他去前面。去前面嘛，那儿只有5、6个人，今天只有，你看吧，你看前面，去后面的，前面只有5、6个人，今天，见不着家人好少哦。这儿来了一个，这2个一起去前面嘛，这也是刚刚来，算他球，都分散了，怎么拍呀？这儿拍一会儿，这儿拍一会儿，为跳金刚舞吧。红包成球。
哎，这是一起走马的嘛？看你，跳舞去的，跳舞，跳舞去的，跳舞，跳舞。他来看我们，加油！这个不是一起走马的嘛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一起走马没这么矮，这个不知道是谁，只有双蛋出认识。哦，他朋友吧？这个是双蛋错啊，是对。哇，那个够高啊！啊，那个个子更高，还保持这个。应该1.85米以上。一个双蛋车和了高度才达到那个，你看好高，巨人。哇塞，好高！185吧，应该刘游荣杰吗？对，在这个大锅的旁边，你感觉是儿童。这儿来了一个。这个来了，你看，一个来了，他说不来的嘛，看吧，这，哎呀妈，这个来了谁？他跳不跳都不存在。哎，看吧，一下你看到没有？我盯着那个，咋子嘛？什么情况？眼睛一下精神就来了，他盯着那个。他听了白马喊他，然后精神一下就来了，眼睛一下就朝那边看了。就对啊，我知道他在聊天儿，我在拍就没有时间跟你们在聊天了嘛。他
哇，好快哟！那只有15分钟就1刻钟，只有15分钟就9点多。今年是女跳舞的女孩子最少的一次，只有7、8个人。这边你看吧，就小罗嘛，李唐卓玛嘛，小安秀儿嘛，永吉嘛，曲卓儿嘛，永姆嘛，然后就是苏拉过来就是那个罗布，然后双蛋错就没有了。男队也差不多，就里面一圈的话，应该就4、50人嘛，第二圈加起来也就100多人左右，围观的人也比较少，围观的应该有没有150个、200个没到？对他们3个，昨天晚上有3个，不是，又是新歌，小罗的。都会跳，这个吉祥国庄，吉祥八宝。
这样人比较少。一会儿过庄。台湾的排名的，好像川菜吧排第一哦，就是那个就最火的，我看好的都是成都和四川的，一个名字，去了很多都是叫啥名字啊？基本是川味儿。有一个叫王毅的什么，他以前打工的嘛，他以前在外面在大陆那边上班，然后回台湾创业，然后对工人特别好。比如说你利润有1000万，他要拿500万来分红。就是台湾那个叫啥，忘记叫什么，他主要是川菜那方面的。他在大陆那边换了3-4个工作，然后就回台湾。上市了好像是，反正我觉得台湾好多都好吃，都是川味的麻辣的那种。就有个面也是，面叫啥？这是个叫什么呢？也想不起来了，就是都是川味的那种。Yeah.
东着。兄那边盼做这呀咯，那句早米多人呐，三兄真遇见了大松说，前途没几天见面呐，谁的记住了干么这呀咯，我记住完了9年了。东个人叫那松松，那苏中的金人家里啦，个啦呀西地下东着，上西地下东着，献给来西路的中西站桥，来一早明就有早三就有的，知名大咖咋子着急来门喽，我着过来。这两个。我这身体里。
还要跳了吧？9点钟，才9点钟，才9点，才排了45分钟。呀，可以。9点过4分，来摸狗。到9点过15分，还要跳了嘛？那没事，背着包，跳。还要跳，还要跳，还有一首，跳嘛，他们都要跳，跳吧，跳。哎，他想你没有嘛？你问他了？啊？你问他想你没有？好亲点哟，不要晕了，哥，怎么干？现在你在境外了，就不过去了。哎，啥子还没去？啥子你要去啊？你去啊？你去？你去嘛？耍会儿嘛？这个是推还是拍的哦？去耍会儿嘛？看一下嘛。看那坐坝车他们去了。他们肯定在那边。请他们的嘛，永正也在嘛，他们真有勇儿。哎，结束了！要跳一大半，跳了一大半就没有了。你来的比较晚，再跳了10来分钟就没有。对啊。几分钟嘛，只跳几分钟。我们8点30分来的。哦。 289下个星期5要来。哦，喊到这儿来就说噻。他跟我联系了。这儿，你看。Hello。你好久没来了。对，好久没来了。经常来嘛，其实现在住很近啊，很近啊。我来报。没住到温江了。没有住温江。我现在都肚子都要报10了。你看没有？全是汗。今天欢欢吃了鸡腿没有？我买了4个鸡腿，4个鸡腿全是我吃的。我娃娃不吃。他不吃啊？我娃娃不吃，我就把它吃了噻。狗不吃啊？我把鸡腿留到的，然后煮了一下，还没给他吃，回去给他吃。有点汗，小我。对。我们去那个呢。全部是汗。到罗马。去罗马吗？你们去罗马吗？我们到罗马。汗水都出来，要不要查子噻？我好久没有。那边应该还在跳。肯定在跳啊，9点半。9点半的才结束。回去。我看。你去吧。走嘛。你们去不去那边？走嘛。他们在那个金河滨那边的表演了嘛，演艺中心。啊，是哪里？演艺中心那边。哪里？万里河邮轮旁边。万里河。哪个在那边？很多几十个件，清楚他们都去了。哦，我晓得。知道不？耍渡那边。对。还有2个事情。你们要去耍渡啊？看到了。他们是庆的，他们是搞4周年庆。哦，耍到旁边嘛，左手边嘛，右手边那个学校吧。对，很近。啥呀？这个学校旁边他们一个演艺中心，就在那儿了。今年4周年庆。也是哦。不剪吗？不热吗？剪了，它不存在。不，这个汗是我那个手上那个汗，不是他的，他没有出汗。他不出汗了，他热的话就吐舌头。你走啦？好，明天上学的吧？好的，拜拜。好，明天是星期一，拜拜。星期一。好，我数蜡烛来去，走吧。走吧。你要去那儿吗？你去，我们看他直播呢。啊？你看一下这直播可不可以去吧？说去是可以去，就是说进去也是没位置。肯定没位置的嘛。太近了之后，因为好在这嘛。好在。他大哥，2块哟。
这个长音。这个是啥？叫我操！我才弄的那个。